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来到宜兰太平山的森林游乐区，有这个游客翕到3只金蛙虎联手，要来掠山金蛙的画面。这个影片一放上网，有不少的网友是真赞叹哦，讲这个影片实在是拍甲有够赞。啊，林管处嘛来呼吁着民众，若要到太平山的路里，请着驶较慢咧，安尼就有机会看到沿路出现的野生动物。4只金蛙虎当伫咧合作掠山金蛙，民众这个月伫咧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翕到3只金蛙虎伫咧夹山金蛙的画面。我自己是原住民嘛，那其实我们在山上也几乎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猎捕的画面。对，那其实是蛮震惊的啦。即目睭看到这自然界食物链，互民众拢感觉真特别。原本是3只金蛙虎伫咧路边耍，尾啊有山金蛙走出来，古水金蛙虎形容变大魔王，做掠山金蛙，准备要食一顿粗饱。他们用围捕的部分，然后把山羌的体力可能耗尽了，然后他们再去做一个猎杀的动作，这样子。民众记录这罕咧看的画面，和真侪网友拢伫咧讨论回应。林管处嘛呼吁民众去太平山的路，车驶较慢咧，较袂去弄到动物，嘛会当有机会沿路看到古水的野生动物。